想好了没有？吃什么面呢？来碗素面吧。好嘞。来喽。我要的素面。我请的啊。谢谢。老师傅，你这面馆开有年头了吧？嘿嘿，10年了。怎么想到在这儿开呀？啊，这儿的租金便宜。房租少也能赚到钱，能赚谁的钱？行了，别藏着掖着的啦。你那工牌啊，我早就看见了，是在殡仪馆上班吧？是引导员呢，还是主持人呢？整容化妆师都不是。她不是在里边上班那个小姑娘吗？她那工作服就是吧？他是怕丧气啊。他干这个工作会不会影响生活呀？就是，可能不好找对象，家人可能也不同意。哎呦，不是谁都能干这份工作的。可不是嘛。你们行不行啊？当人面说闲话，有病吧？哎呦，这孩子生气了。误会了吗？这不是？我呀，还真有病，类风湿关节炎。将来我要死了，一定找一个靠谱的遗体化妆师，到时候把我这个关节炎好好修复一下，不然啊，太丑了。这你放心，这个好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这10年前呢，我老伴儿溺水了，等人救上来的时候啊，整个人呢，胀得都变形了。我看着他那样子吧，我死了的心都有。你说，这生前这么一个爱美的人，临老，怕是要出丑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是多亏了人家殡仪馆的整容化妆师，给他修复化妆。我老伴儿遗体告别那天，他是漂漂亮亮的躺在了瞻仰台上。哎，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把面馆开到这儿吗？啊，我就是为了他们，保全了我老伴儿这一辈子的体面。我就是想办法替他们干点什么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，这个殡仪馆的职工晚上一加班啊，想叫个宵夜难着呢，没有人肯往这里边送啊。嘿，打有我这个饭馆，他们什么时候想吃，我什么时候给他们准备好了。哎呀，不容易。是啊。小姑娘，干这个工作挺委屈的吧？阿姨告诉你啊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你这是在帮人，知道吗？你的工作很伟大的，你是个有大爱的孩子，将来你一定会有福报的。啊，吃面，多吃点，吃吧。买单，老板。小礼物。哎，姑娘。姑娘，我开这个面馆啊，百无禁忌啊。我这名字虽然叫伤心，但我可不是让客人都来这儿流着眼泪吃我煮的面的，我是让他们把伤心都留在这里，清清爽爽的走出去。所以啊，你下次再来呀，也不用什么藏着掖着，啊。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啊，常来。
师傅，3月回来了。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。我不该公私不分带礼物来上班，我也不该粗心大意弄错遗体，我更不该受点挫折就说不干了。总之，今天都是我的错，请您原谅我。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想留下来。师傅，3月跟您承认错误呢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啊什么啊？从中午到现在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上对面吃了个面。吃面？你吃什么面要这么久啊？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跟你师姐都快忙得四脚朝天了，你倒好，还吃面。我告诉你，面账250，你光吃不干活，你会变猪的。你要再这么混下去，这辈子都别想出师。对不起，师傅。行了，3月，快过来，帮我逃到冷饭间。等会儿，让我上个厕所。他有病，还有阿尔兹海默症。谁？师傅呀。别说你的名字了，我的名字他有的时候都经常叫错呢。偶尔也会忘记工作中一些重要的事，所以他不是故意要扔你的狗，他是压根儿不记得办公室里还有一只小狗。你谁呀？我是您的徒弟呀。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你把我狗丢了。什么狗？我不知道你什么狗，他什么狗？狗。那他这样得吃药吧？看医生了，也吃药了，但是这种病就是只能缓解，没法根治。他这病吧，工作还好，不工作的话，更容易病情恶化。师傅这人还要面子，不想被人当成病人，所以以后他要是再有什么失常的举动，你千万别揭穿他，也别跟他顶，你就把这当做一个善意的欺骗吧。那他这样还能工作吗？现在病情还不算太严重，应该是能吧。你呀，别看师傅天天面黑嘴硬的样子，其实挺脆弱的。师母早些年过世了，师傅就一个儿子，还常年在国外不回来。他回家就对着空无一人的房子，要再不工作，成天自己跟自己待着，病情进展肯定更快。所以这些年，他一头扎在单位，白天黑夜的忙，动不动就训人。既有他对这份工作的看重，也因为他明白，以他现在的状态，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不了多少年了。但这样什么都不说，真的好吗？你别忘了，在成为病人之前，师傅可是这儿最好的遗体整容师。